台北市食到饱的餐厅响信义店壁村唱食物中毒案件，暂停营业4天半，今仔下晡阁开门做生理。卫生局表示，怀疑这个个案的症头是乐乐病毒，因为超过24点钟拢无出现新的个案，所以才会批准继续营运。高州区头挂条例来年醋饭加沙西米，所有拢爱遵照标准流程。食到饱的名店想象美丰信义店爆出敢若食物中毒，累计这就医人数有59人。已经7月开始，台北市卫生局下令停业，一直到12下昼茶时段才重新开门营业。也未到开放时间，消费者都来排队啊！下昼茶原先有订200个，群人客来到城，经过4天半时间停业。台北市卫生局考虑到病人轻松符合诺罗病毒，稳重期是24到48点钟，也若最后一个通报时间大约是伫7到下晡。3日经过24小时，决定放行。想说这么大的集团，他们一定有相对应的措施去处理嘛？当然还是会有一点啊，就是会担心食物可能不新鲜啊。虽然想已经互业也强调内部检查当然无健康问题，台北市卫生局也是立管加强稽查，到底是不是食物中毒案件，由等待检验结果公布。简体检验结果约需1至2周完成，会并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进行最终判定。很抱歉让大家担心了。因为目前的话，我们一切都还在等待相关的调查，我们绝对会很正面、很负责的面对所有调查的结果。事发了后，想先提供就医民众800块现金加1000块拄用券来慰问。台北市府是要求必须建议支付医疗费，并且退还餐费的完整赔偿方案。那消费者无接受业者所提出方案，会使提消费争议的申诉。另外，伫台中代理一间连锁竹间酸菜鱼，有民众伫网络上分享讲，食物件食过若碎了后，直接看到一只真大只的家山，原来家己拄食到活伫家山边的鱼仔肉，当时家己看到第是食袂落，返去厝更加直接落屎。内心很难接受，跑厕所就是昨天到现在，然后晚一点就是有打算要去看看自己的。对这状况，当时店头回应讲，已经先向这消费者了解详细状况，并且无收伊即摆用餐费用，更加说明已经伫1月7号透早完成例行性全面的消毒作业，不过恐惊也是互消费者惊到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